安尼吼，啊，就安尼听，啊，该整理，该处理，讲起来，啊，迄阵即个负责人啊，叫咱啊，信用经理嘛，真用心，哦，啊，真辛苦拢伫遮安尼透早，就来这指挥这工人啊来咧发乐，哦，这当然是，莫讲艰苦啦吼，着要愉快，安尼啦吼。那因为呢，咱今日即个天道的书写较宝贵，嘛真正互咱大家会当感受到即个道的宝贵啦吼。并且讲几年前啦，几年前学校，因为咱学校是咱一贯的总会的一个理监事在来一个啦吼，啊去这个新威去看这个林前人，哦，啊去看林前人，咱本来嘛毋知讲林前人身体无好啦吼，啊是一直真诶，啊这个副总经咧讲啦吼，就是理事长啦吼，讲林前人是几年前啦。讲要开变数，还是要去用哪毋知啦，啊，就开滑倒，啊去落着，啊，要去是迄急救的针啊，迄急救的迄啦吼，对，迄电铃二袂着啦，从啊昏迷伫遐，毋知几点钟毋知啦，哦，啊，因为去即个做。从啊，赶紧啊，讲发现啊，就送去医收病院嘛吼，迄病院介个啊吼，哦，啊去到迄个要去吼，学校吼，毋捌风驶过，风快驶我驶过啦吼。学校第一遍风驶过就猛往驶啦，猛往伊家己钓着吼，哦，我就搞到先后面来。我甲你使看你有无？我伫健康啦吼，我刚才我拢无。哎呀，爱你去，要甲看，飞机要甲看，都爱快驶过，然后佮快驶一摆。哦，啊，快驶一摆就拢单位的领导的代表啦吼，啊，互我安尼去就甲林前人祝讲安尼。健康平安吼，啊会当安尼吼，领导咱大家做务会当方便吼，啊，互我就甲报告讲，互我是姚姓长互学周无啦。伊讲周这人我知，我有去了，看过64代祖师咧。哦，可见头壳关啊，记得也袂歹啦吼。啊，即个林前人当然嘛自卑啦吼啊。无去讲了声无啥气力，啊有互较安尼小可记的啦吼。伊讲吼，伊人生食素食食啊，即马70档啊啦，哦，70档久的啊吼，70档，恁在遮上者70档啊，有啊，哦，食70档啊。伊讲伊一生嘛，为着度化众生，安尼拍拼努力啦。哦，也今仔日伊会当做有即个命人记咧，嘛是即个上兄弟姊妹互伊的啦。哦，啊当然咱迄个嘛毋知落到兄弟姊妹互伊，啥物才会当做互伊，即个命佫互伊。伊讲伊昏迷伫病院3个月啦。身躯毋是插骨，就是骨尖啦，都安尼规身躯拢是毋是骨，就是尖安尼啦吼，3个月。但是这道亲大家吼，福缘度人，有要摄骨长个，有要度几个，有要度偌济人，有要安怎样的吼，大家福缘。那伊个单位啦吼，当然其他单位咱嘛毋知影，哪会当安尼做吼。安尼，这条性命是这种道亲予伊的啦，吼，
降道亲予伊，伊即条命是降道亲予伊的啦。所以就是讲，以前伊为着遮个降道亲付出，即摆遮个降道亲福愿，安尼来，互伊即个性命搁恢复起来。无实际嘛，讲这互你就好啦，主分啦吼。所以希望讲今仔日咱大家互我讲即个典故，咱表示讲咱互我，比如安尼讲啦吼。今仔日咱福建人领导咱大家安尼吼，大家拍拼做务，安尼大家安尼做，这奖励了，当然嘛是了愿啦吼，奖励嘛是哪，嘛是咱大家应该来安尼做，希望讲咧，咱大家转去真正互我咧讲的啦，公益，咱会晓做，讲做，若要做。咱今仔日平平得道，同样得道啦吼，像咱老老先人吼，平平嘛即个道啦吼。咱老老先人生愿定地温啦，超越伊个老母叫做慧觉菩萨啦。你超越的呢，毋是得道修的呢，伊就得着道了，就过来台湾啦。所以因老母伊嘛无求道啦。所以超越伊老母，安尼变一个慧觉菩萨，平平道，伊安尼成就。咱平平得道，咱得道无较歹少少，但是咱会当成就啥？所以咱今日各位，希望咱大家修道，互较拢是人来简单。师尊两句话讲：修道修心，办道尽心。这两句话是咱师尊的名分啦吼，至理名言。当然，为什么咱着爱心修？咱福建人金光经祖后讲吼，伊拢讲万法为心生，生法界拢是为心生出来嘛吼。所以咱大家爱知影。修道修心，咱心存慈悲忍辱，会当度化众生，要来做一切的代志。这就是要互咱真正会当把这个心修圆满，心修清净，无这是非，无这五情五境，修道来安尼。修道若有是非，有五情五境，安尼修道袂成，安尼啦吼。偏偏道嘛是有人成就，有人无成就的啦。过来就是讲办道尽心，咱今日偏偏拢得到人成佛菩萨，咱后日呢要成啥？学较啥讲这个故事啦。讲一个囡仔怀抱自病啦，安怎伊会怀抱自病？这个囡仔是一个王子啦，因为这个囡仔是王子，所以因国王老爸惊讲这个囡仔出去，毋知人倒来无钱人开，所以就伫这三姨尾三姨这啦甲唱一条旋酒伫井内底啦，从伊若出去无钱无嘛，有一条旋酒，若好用啦也已经即个囡仔出去，迄阵可能3、4岁出去，也嘛安尼流浪，甲从哪个时已经10岁啦，做乞食会分转来到丰城。分转到丰城，等伫丰城门口遐咧徛啦，搁一个迄个守卫看到，哎哟，这个哪像国王旁边的太子呢？安尼啦，迄个守卫甲讲你煞怪遮等，伊怎啊走入去请国王甲皇后出来看，看认真的，哎哟，真正伊个囝就对了安尼迄个太子嘛太子应该是足享受的
要伊嘛是三甲两啊两分的吼。伊讲，哎哟囝呀，你吼带袂晓用啊，你的衫衣照我甲你用一个选择，即个，互你会当享受足济不然伊的富贵咧，你带迄个物件袂晓人用，了散，吼，安尼迄个典故叫做怀宝助贫，怀宝助贫。咱今日大家拢得着道，互我伫个道无较殊胜，富贱人伫个道也无较殊胜，咱大家伫个道也无较殊胜，拢平平道，三宝拢相像，吼。但是看你会晓用甲袂晓用啊。你有用，会晓度化众生，会晓来对众生诱导，互因脱离生死轮回，你后日成成缘啊！你若袂晓用咧，倒咧，也无看啊，好啊，有啊好，无啊好啊，袂晓用着啦，袂晓用着你后日成就着少啊，就是像即副田啊，你会晓种做诶，修成足好啊。袂晓种做诶，修成就歹，嘛偏偏你负残，对无？所以咱今日大家讲为同修前人，伫咱富前人诶领导，甲咱各位点所诶领导之下，甲咱带点所诶领导之下，咱大家各单位啦爱上就甲和谐，咱来大家拍拼。这个道务有拍拼成就，就是咱的成就；道务无成就，就是咱的无成就。无成就是啥？比如讲，咱今日2千人建这个佛堂，有够庄严，有够好，这个是何啊成就？毋是，是咱大家2个圣堂的成就。安尼啦。所以若无咱这间圣堂到迄64代祖师，也无迄64代祖师林前人带来，对无？林前人来，到即摆伊嘛还记咧。我有去恁2个圣堂，恁2个圣堂建设了真好势，安尼要讲好诶，比咱好足济啦，是讲咱倒安尼会用，是咱阵仔嘛无钱啦，逐个拢是安尼。真拍拼啦，调起灯啦，订网膜啦，来用脑啦，做义工啦足侪人拢足侪前辈者拢来做的，这就是咱的成就尔。即摆要互咱安尼做嘛无机会啊，因为咱拢无气力啊。像以前咱要做遮有啦，这环境的这物件，以前就较环境哩，因付出足偌大的精神啦这嘛伊的愿，嘛伊的成就啦安尼所以伫这个当中，咱家来知影，迄是林前人安尼亲身说法讲话，讲互咱听啦，讲我伫生落为着兄弟姊妹度化众生啦，我今日这生命就是遐兄弟姊妹回报互伊的，伊才会当伊来这个活开来安尼啦，无就讲主务人啦。大好，迄就是呐，伊讲咱世上就不讲，我为人人，后壁咧，人人为我，对不对？所以希望咱大家真正好修，第一修道修好，第二办道爱努力，迄是你的成就，就是讲偏偏做人，人做好嘢，咱来做善。讲较歹呢，伊嘛是一个人，咱嘛一个人，人做好嘢，人做好嘢是啥？会晓投资，会晓利用，会晓去趁钱。咱呢，咱就袂晓，袂晓咱认了互善啊，安尼尔。人读书高，会当读册，去食真好的头路，咱才会无法度，咱就唔爱读。无像我嘛是安尼，囡仔伫读册嘛算袂歹啦，但是就唔爱读啊，所以人离文，要讲个人离文毕业啦，互我拢讲我人离文无毕业啦，安怎无毕业？拄好讲好一步啦，讲
功课就学第一年无老师人教，无老师人，34年嘛，无老师人教，即摆就到35年，迄个时阵就读习本汉文读本，房间里有爸爸虽然是在写啊这条，伊迄本伊拢话背啊作写的。人有二手，一手满手，两手是一手，食个不行。迄本薄啊，安尼尔啦啊个字足大字啦迄本读3工，请上读。迄阵咱中名一个姓周的，迄个做大参啊，因内底迄个一个什么位啊？凡是有读过中文的人，会晓会来教。无老师来做中国人，就较袂来咧。出咧一寡过程有学识的，拢日本话嘛，读日本册啊。有老师来教汉文啊，迄本读3工。即摆到迄阵啊，蒋介石带迄个兵啊来啦，有一寡伊当时大陆有读册，即摆叫迄个叫高等科的，较早高等科，像这款，歹势。对。像顶阮迄个姐夫黄英秋，伊当时日本时代读高等科，就是讲读初中的，即摆叫台湾省，迄个叫国政府会来，喙口迄个在读高等科的，迄个英体学报毛，问再转来教我报毛。伊学袂准，我嘛学袂准。我实际上也会条件。对不？学不呢？伊安尼3年当毕业啦。毕业就做事啦，无去读啦所以因为安尼，其实学法进所有的学问，所有别个字，拢是。上天所属，因为得着道了，研究道理，看册看哪，毋捌的就去找电视学校做一本字典，就是安尼，嘛是爱找字典啊，无使改办，要去对问上。所以咧，建议各位同修，好把握在现在，会当有这个机会，毋通互错失去。毋通错失去，因为第一安怎人生无常，上强是要怎有知？人生无常，所以咱今日爱知影我毋知有讲仔知无。你若会知影我毋知有讲仔知无，你会安怎？拍拼，度化众生，毋通安尼一日过一日来佚佗啦，来开讲啦，来做无路用的工课浪费生命，浪费时间，依春光阴，依春金。咱爱珍惜。我真若无来遮，无用了，我嘛咧看。经典无看，咱毋知影讲经典咧讲啥。今日这个时运是上天注定的，所以伫经典里我有看一句，讲西天素琴，传顶转，东土三三临到你。这你若安尼看过，西天素琴传顶转是咧讲啥？东土三三临到你咧讲啥？对，内面也有注解啦，这是互我想啦。西天素琴传顶转，西天就讲印度西方，因的道面传承叫传灯啦素琴偌济，所以传到南无祖师，
转就对来，转就能达好啦。所以西天竖琴，传丁转弯转，哦，安尼啦。东土三三定教，东土三三就是哪？三三就是哪？所以到六祖，六祖规定祖师转到过去，哦，第一个三啦吼。一三三嘛叫道，所以对六祖传到第九祖黄德辉，黄德辉呢，拄迄个底本原唱，后人写电安，后人写维安，电安拢相同，意思可能当时写的人是字的迄个笔画的错误，还是安怎我毋知。但是我查几若本经典，有电安的，也有维安的，安尼啦吼。所以这个要安怎讲？黄德辉第九祖，所以咱若看64代祖都看到黄德辉摕三本册，第一本册是哪？理本。点文书若无迄本理本，无资格无天命人传道。所以点文书一定爱分理本，所以伫遐开始培养英文，所以339嘛，339，敢是吼？所以伊就读理本，原唱就是哪？咱要求到的十条台湾，甲咱英早后是点种的参尾文，叫做原唱，第二本、第三本就是电安，什么叫电安？电安就是咱的口诀，咱口诀合同口诀要求三个要求，叫电叫为白紧，随感用，所以无人咧用三本咧用啥，对无？所以伊是讲来这天道的应运，迄个道理拢有安尼，甲咱暗示落来啦。咱今日讲来足幸运的幸运，像十几岁得到啦安尼16岁得到17岁签考，安尼即嘛80五你搞什么？安尼啦所以因为安尼呢，咱嘛是讲起来讲，既然是这个大道，互咱得着，互咱修，咱一定爱把伊修好做要紧。真正成仙、成圣、成贤、成佛的工作，毋有咱无真正去甲体会，安尼甲当做妈妈。就我靠这个名，我有咧修咧，我就道名有咧迄落咧其实咱真正真修实练，毋通无真修你无真修，你的心假，一切拢假；心真，一切拢真。所以希望咱大家真正爱真修实练，这天道的应运嘛是讲起来，自古大人甲恁讲了，互我们写用讲就好啦简写的讲较复杂无要紧，较早咱我做囡仔，当国校小毕业啦阮老爸若要过年拢会打门帘嘛咱国大个大厅拢会打门帘，迄个番片拢写3年开开，倒手这边是写哪呢？独得一声有岁，这边写哪？1元复4万上升，安尼啦，按年尾就放炮嘛所以就独得一声有岁，1元复4万上升，安尼因为咱迄个做经典足早就捌看迄经典啦有写保定三阳度万道，复死以后降道完，临初太公千圣王，抬来天津万事愿。较早毋捌，
但是得到了后，咱知影这内底含，拢想迄阵开放大家会当去啊拢想，若去大陆要去山西省，分约大东府，分约关马迎春，要看迄个讲，迄间手艺师，真正有这舞蹈舞，所以较早嘛有较想证明讲这物件啦。见去讲匆匆忙忙，我都行到山西啦。有一日感觉咱敢有去山西？无啦较忙拢毋捌去。较早拢有想要来山西甲证明我真正有遮无？行袂到啦。山西落来，都无人带咱嘛无啦。有时我甲问讲，人即马Google咧找伊，若做无个去找我看。伊只Google出查落，真正有啊！山西省大东府分约关马迎春有一诗句诗：武陵三阳渡元洞，伏羲虚洪降道元。临初太公千姓王，派来天津办修。这诗句到即马才7000年，7000年，安尼讲了，伏羲如何了叫伏羲感受我迄个时代，伏羲到即马这时代就7000年有准无？有够准，有够准。伊第一句甲你讲，伏羲虚洪降道元，伏羲皇帝降道，一位开天，是为先天法。道的源头，伏羲二伏是回复的伏，毋是伏羲的羲二伏。迄个是地阴爻，第一卦叫做五爻阴顶卦，下底是爻阳伫下底，迄个叫做地雷伏卦。地雷伏，迄个叫地雷伏卦。迄个伏就是啥？上面叫做坎。下面叫做开，安尼啦。你捌看迄罗雷有无？罗雷产雷，应该以前拢捌啦。咱去做事啊，到冬天罗雷产雷拢迄膜啊，膜啊，伊遐叫做伏，伏是江伏产的，伊来出来伏。伊若无用迄膜啊扛咧，会寒死。安尼啦若较早咧做事啦，迄河流线嘛拢会点空，一个所以是土安铺铺。你若知影讲迄河流空，一定河流对无？一定安伏就是咱空，要么是回复的复，所以第一项，伏羲虚洪降道元。伏羲就会开天当这个道的源头，已经甲你讲伫遐啦。即摆来呢，到的是个字阳叫做啥？临初太公千姓王，地顶阴卦，四阴伫顶悬，两阳伫下底，字阳啊。太公千姓王，太公啥？姜太公。已经甲你讲出来啦。姜太公领天命。福州列州斩将封神，安尼所以甲你讲太公千姓但是姜太公领天命，伊安尼20岁去仙山，去仙山学40年，拢咧用扫地抓地。元始天尊讲这个天命要互伊，伊毋敢接。但是书的命袂使所以迄阵伊领这天命要来福州列州，当着神公拍，迄是大师兄，神公拍是大师兄尔，元始天尊的第一大弟子，伊修炼5000年伊即摆伊就下山来就来遐早，
属地啊，这天命应该就来好我。正我爱我大事囝，呀，你学到40年，你敢会晓抓地扫地尔？有用哪会？逐个用哪会？哦，伊讲有喏，师傅我啦，我来使互你种。伊讲我即个头哦，我顺，我即个头扑开来吼，会当伫天顶飞1时3刻，1时几点钟？2点钟，3刻45分。我还佫会我，哦，啊，我若会当安尼吼，你着幸福，迄个天命来互我，因事有数一个幸福期，恁若有看风心，我毋知啦。我做囡仔看风心，看过来嘛。哦，好车啦，哦，你伫幸福期，有知啦，已经风期掉下来，一知拢无咧，哦，啊，所以因出咧。哦，啊，迄个心方法咧，真正吼，哦，较扑开来。啊，讲讲啊，直直啊，好啊，你就讲，你有迄个法术，我无啊，啊，我无法通保护即个幸福期啊，吼，哦，安尼好啦，你若会当飞1时3刻，无死吼，我即个幸福期较互你啦，伊要抢即个幸福期尔啦，即摆会扑开来咧，转洗吼。1点钟啊，1时啊，2点钟啊，1时啊，3刻剩45分尔啊。啊，人直先拢派伊只迄个表当主来去头翻，硬咧走啦。哦，硬咧走啊，剩45分，这45分若无落来死啊，这个时间要到啦。我表当主硬咧，迄个头袂落来啊，哦，伫遐无法度，赶紧啊叫拜托这个将主啊。哎呀，师弟啊，你啊，拜托啦，你甲表当主讲啦，我甲伊迄个头好有伊会死啦。哦，啊，将主也真正甲即个表当主讲哦，啊，表当主一个头线转落来，伫半空中转来，啊，无看头前甲后壁怎倒咧，倒咧变成哪？倒头。倒顶啦。哦，还是要听说命运啦。哦。要包括这条路况。所以成功来看，叫人对比。好来啦，哦，你看像天命嘛，有人要断啦。所以咧，今日大家都会当引着这个大道，尤其演文书，爱啥天命的书写甲宝贵，绝对有人做唔对，有人做错误。哦，安尼哦，啊，所以咧，安尼了后，即摆迄个业主嘛个。毋着天命无互伊啦吼，啊无互伊，即摆就拄啊种种的设计来封神榜啊吼，封神啊，江主啊走做封神咧，但是江主啊佫落去偌济，佫落去20工，20岁去仙山拜师40年，出来到这个世间佫落去20工，啊爱20工。第一遍的做生意就是哪呢？卖米粉，啊卖米粉哦，卖无人买，啊下大桥头边，拄着个黄花好草根，黄花你敢知影？当得排题。油黄的姜粉，迄草根，煞去哦，买较拍一个怎啊变过啊？啊米粉煞加落回去涂骹。要不多长个家里啊，往伊甲加无去。哦，第二摆做生意，哦，咧卖饭咧你敢听？咧老米啦，饭咧较早你甲有啦，即摆你拢用白铁来啦。哦，顶一工咧老米个。迄饭咧，几乎拢无人煮米，拢含枪尔。所以无法度袂甲饭咧煮。第三摆做生意，卖盐袂较生汤。哦，安尼啦吼，盐了生汤。啊，拜伫迄路边，啊，拄头前即个换咸鱼的，啊，咸鱼会生汤，啊，汤拄加落规遐落，拄后壁一个来上会哦，啊，剩讲无盐，内面一块盐。古人就讲，哦，有你这盐袂较生汤，有哪买？安尼讲，哦，啊，所以伊带迄个马戏，哦，迄个马
骂是就安尼骂啊，我对伊这个吼无路用，袂出团啊，我到尾叫伊离婚。哦，啊，毋敢煞去为水互钓伊，哦，啊，为水互钓伊，甲去钓着文哦，好，所以伊伫水三寸，我这先教，不管食回头，咱逐拢会晓讲的吼，啊，所以文啊，有文哦，啊，福州面定，伊是天命啊吼，所以今仔日咱大家，咱得到嘛上天的天命尔。点传书是加迄个点传书的天命安尼尔啊，啊，咱得到大家拢修读这个天命呢。若无上天这个命，点传书哪敢去传？嘛毋敢，哦，敢是？所以咱会大家人生好好打拼，就有好好打拼。吼，后日成就的是咱今仔日大家各位吼，拢会当看会到，所以。真侪个前辈才升过去，当然咱这三才较少啦吼，咱这三才较少，就袂当讲上亲来结缘啦吼，所以因安尼呢，咱也互动了解哦，真正安尼转去会当成就足大，哦，咱一直都有迄个从正的三才来，拄这个做。跟上呢，跟个吴经理因后生，伊嘛无啥咧收食菜尔，无啥咧收，伊就做伊生意，做伊事业嘛。有一日啦吼，来，咱遐不同的去，伊就咧做咱的总工程师，甲我就叫你，我要报460万，伊要报460万吼。容易啦吼，会当报4个好事嘛吼，安尼啦，迄人在困，梦去因头家来啦，哦，对吧？哎呦，周经理哦，我想5点文书足够500块，两个人来跳咧欢喜啦。我甲问讲5点文书，你转来要用哪？伊讲我要转来请人客啦。我讲你要请人客，要请几块刀啊？讲我要请10块刀，安尼啦，我要请10块刀啦。即摆听哦，迄个吴耀仁来啦，吴经理后生啦，我讲好，我昨下问恁爸爸吼，转来啦，足欢喜，讲好，今日咱会当买即个地哦，会当来去即个圣堂哦，我是有够欢喜的啦，我耀仁会当来遮吼，甲恁斗协助，会当建设即个佛堂吼，足欢喜就对啦。我问讲你要转来要啦，我要转来请人客啦，讲我讲我要请几块刀，我要请10刀啦。但是嘛讲安尼好，我要塔40万，到18万，安尼啦，无讲较歹听咧，伊嘛无做偌济工课咧要2万你会可能捌2万啦，当然你捌啦，我了2万啦，安尼伊等于在先进入来代谢我名字。大仙吼，真人吼，对啦吼，所以开始吼，要收甲做一个真人嘛，足困难咧。咱若看福星本几个真人，太真人一个尔，你落车师傅，敢是？明白无？真人就袂死啊，就脱离生死轮回啊，所以成真人，你甲想以后我伫道场咧，较早拢。伫遐着先台遐标工程咧做事业的人，对，就安尼尔，所以今仔日咱大家来好好打拼，互较空间嘛真正事实的代志，所有的点文书啦，所有的这前辈这当会读来拢成就，安尼所以都嘅思想不贵的伫遮，今仔日咱负责人主编。带咱大家来拜修，实在是互负担袂起啦，互无才无德无能啦安尼互有负担袂起。但是大家来啦，过着安尼免费一个大家转去打拼就有较要紧啦咱今仔日每一个人去打拼就有行三保证，
咱做三分上天报咱手份，即个好康的毋做，有要去对，有迄个讲，今日即个工程是30万，也我互你100万，你上去标工程有即个好康的无？无啦吼，是有问题，安尼摇头啦吼，啊，所以讲伊甲修理车3000块尔，我互你1万，你讲有迄个？无，袂当着咧啦，对无？所以上天才主编，互咱灵山保持咱袂晓人做，赶紧拍拼，等于加倍努力度化众生，足要紧，道无方便足要紧，上天讲咱有咱5千年的领导之下，咱各位点老师领导之下啦会当安尼道无方便起来，安尼互祝咱大家新年健康平安，道无方便，谢谢大家。按个物件食食咧，对，按若无食会跌转去，安尼吼，袂跌一个跌，袂跌一个，咱都在爱上者吼，爱上个点到，安尼你讲，我要做宽板，安尼福建就规定个，咱爱上有心所有，大家在做配合改善如何？祝福伊大家健康平安祝祝您身体健康，也把大家拍拼做舞，做伙个把这。感恩。好，要。那个带时间了吼，时间了啦吼，但是上下咧。对。了解，注意对。了解。这时间吼。指下无行30公里前到公，在公30公，指下前人鞠躬，种下前人鞠躬，种下各位等法师鞠躬，婚告义鞠躬，在鞠躬，30公，指下前人鞠躬，种下前人鞠躬，种下各位等法师鞠躬。好，大家恭喜啊！爱熊哈，这个爱熊做团办的哈。他们啊。